如果你想提升你嘅月收入，試用呢個思維，你嘅收入隨時可以提升10倍，由當初做500蚊張單啦，變成而家可以賺10幾萬張單啦。其實同一套思維，其實我曾經都係咁啊，做一份工啦，咁做2個鐘咪收2個鐘錢咯。咁計嚟計去，其實覺得自己時薪都唔錯嘅。咁但係生意咧，始終做幾都唔大，做得好辛苦，咁啊苦苦掙扎。咁直到有一次咧，一位大老闆咧就點醒咗我啦。佢同我講：喂，其實可以收貴好多，可以收貴10倍嘅。我當時真係呆咗，我心諗我做2個鐘嘢啫喎，點好意思收成10個鐘錢？跟住佢笑住同我講啦，係你啫，先用2個鐘做完啫，係因為你專業啊嘛，你有經驗啊嘛，你唔會行冤枉路啊嘛。如果自己去學，自己去試嘅話，可能要20個鐘，可能搞到一鑊粥。咁啊，跟住又再講咯喎，我用20個鐘去做我最擅長嘅嘢，例如係啲咩？例如見客啊，做 networking 啊，可能已經賺翻10倍嘅錢咯。其實你幫個老細慳嘅唔係18個鐘，而係一個賺大錢嘅機會。嗰刻我腦似嘣嘅聲，我先至明白咧，你嘅收費咧唔應該係由你付出嘅時間去決定咯，而應該係由你幫個客慳咗嘅成本啦，或者你創造嘅價值去決定咯。你收嘅唔係2個鐘嘅服務費，而係佢10年功力嘅試錯成本咯。自從我改變咗呢個思路啦，用對方嘅價值去諗呢件事之後咧，成盤生意係穩定咗。咁我希望呢個故事咧就可以令到你唔好再繼續用時薪咧去諗你自己值幾多錢，你嘅價值係乜嘢咯。不妨諗大啲啊！其實我哋好多 OMG member 咧都會經歷呢啲問題，咁我哋可以一齊去成長咯。咁啊 OMG 歡迎你哋。